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这2个字？我看到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满良知你还是有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熙，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的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妍希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顾继超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
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